師同學，你哋有冇曾經諗過點解茶餐廳嘅早餐會無端端加價啦？點解心儀嘅電子產品會長期缺貨啦？又或者點解一啲日子八達通啦或者電子支付啦出現延誤啦，成個城市就好似俾人撳咗慢動作咁。呢啲睇落零碎嘅生活現象啦，其實都同呢個國家經濟安全息息相關嘅。今日我希望指出一個重要嘅觀念，就係國家安全呢個概念睇落好似好遙遠啦，但係同我哋嘅生活係好接近嘅。首先經濟安全啦，就會影響到呢個物價穩定。雞蛋短缺啦、運輸延誤啦，都會令到呢個茶餐廳或者街市價格全面上升嘅。或者呢個全球嘅晶片不足啦，令到手機、電腦啊呢啲產品嘅價格都會提升嘅。其次啦，就係呢個經濟安全係關係到我哋呢個未來嘅工作機會。香港嘅旅遊、商業、零售等嘅行業啦，都同呢個國際市場密切關聯嘅。一旦外部局勢不穩，企業規模縮減，都會令到我哋嘅未來嘅工作機會減少。第三啦，就係佢關乎一個城市嘅運作。如果金融系統或者大型嘅網絡啦受到攻擊啦，電子支付、交通運輸、醫療登記都可能受阻，令到成個社會面臨巨大挑戰。但係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唔單止係政府嘅責任，亦係市民嘅責任。提高資訊判斷能力，保護個人網絡安全，支持本地企業都係我哋可以貢獻嘅力量。